大家好，歡迎收睇開市直擊。今日國際市場最大焦點就係美國對伊朗重啟制裁，美軍又再對伊朗展開一連串打擊。消息一出，即刻刺激國際油價急升，同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全線走強，市場避險情緒明顯升溫，資金紛紛流入美債同美元避險，拖累外圍股市普遍受壓，尤其係科技與半導體板塊更淪為跌市重災區。先講美股表現，隔晚三大指數齊齊下跌，當中科技股表現特別弱勢，標普500指數收報7503點，跌咗33點，跌幅0.45%。道指收報52925點，跌130點，跌幅0.25%。納指就收報25818點，單日大跌302點，跌幅達到1.16%。納指100指數更跌穿29000點關口，收報29173點，急挫524點，跌幅近1.8%。今次美股下挫，主要係受到半導體同存儲板塊全面潰敗拖累。費城半導體指數單日狂瀉近5%， Intel 股價更慘遭血洗，單日跌幅超過10%。另一隻做半導體測試設備嘅泰瑞達同樣下挫超過1成。美國幾隻存儲大廠，包括西部數據同閃迪，全部大跌超過7%。不過 AI 晶片龍頭 NVIDIA 就逆市收升0.71%，表現相對硬淨。而 Meta 受到 AI 新功能推動，收市逆市升2.55%，成為當日科技7巨頭入面升幅最大嘅一隻。另外 SpaceX 正式納入納指100，不過首日表現令人失望，收市跌咗超過6%，並創下 IPO 以嚟新低。至於 Tesla 亦跌咗4點幾左右。反映中概股嘅納斯達克中國金融指數亦普遍跑輸大市，當中愛奇藝跌近7%，富途控股跌超過4%，小鵬汽車、蔚來同百度均大跌逾2%。講完美股，轉睇港股市場，恒生指數上個交易日同樣受壓，全日收報23496點，跌咗119點，跌幅0.51%。國企指數收報7770點，下跌42點。恒生科技指數收報4507點，跌0.75%。港股各個板塊表現同樣唔太理想，尤其存儲半導體股份表現極差，主要受到南韓晶片巨頭三星，雖然公布初步業績大升，但股價急瀉8個百分點影響，拖累亞洲區半導體板塊全線下挫，連帶港股相關股份都一同捱沽。近期走勢強勁嘅創新藥概念股，今次亦出現明顯回調。光伏、黃金同內房等板塊同樣走軟。好在市場上仍有少數手遊同 AI 應用概念股逆市走強。資金流向方面，港股通南下資金上個交易日錄得淨買入接近5億港元，當中以傳統科技龍頭最受北水歡迎。騰訊控股獲淨買入23億港元，美團獲淨買入12億港元。阿里巴巴亦有9億幾港元淨流入，相反建滔積層板、長飛光纖同中芯國際則錄得大額資金淨賣出。講埋 A 股市場，內地三大指數上個交易日同步向下，上證指數收報3990點，跌幅1.26%；深證成指收報15225點，跌191點，跌幅1.24%；創業板指亦跌近1%。A 股盤面上，貴金屬、創新藥、風電設備同小金屬呢幾個熱門板塊全線下跌，特別係黃金股跟隨國際金價大跌而集體承壓。半導體板塊雖然整體走弱，但仍有少部分個股展現抗跌力，逆市走強。而遊戲股則逆市獲得資金流入，成為場內少數上升嘅板塊。值得留意嘅係，最近兩市融資餘額大幅減少超過100億元人民幣。反映場內資金態度已經明顯轉趨審慎。業績方面，伺服器龍頭浪潮資訊發布盈喜，預計上半年淨利潤達到26億至31億元人民幣，按年暴增超過226%至288%，主要受惠於 AI 伺服器同數據中心嘅龐大訂單。不過喺市況整體轉弱之下，大部分業績預喜股對大市嘅正面刺激相對有限。跟住望埋歐洲市場，三大主要指數表現個別發展。歐陸股市整體弱勢，
主要受到法國政局不穩拖累。勒龐正式宣布參加2027年大選，導致法國國債收益率急升，引發市場對當地政治同財政風險嘅重新評估。數據方面，英國富時100指數上個交易日表現平穩，收報10,665點，微升0.13%。德國 DAX 指數則重挫352點，收報25,465點，跌幅高達1.37%。法國 CAC 40指數收報8,436點，跌43點，跌幅0.51%。整體歐洲板塊呈現跌多升少嘅格局。商品市場方面，今次油價幾乎成為全球市場嘅唯一焦點，受到美國撤銷伊朗石油交易豁免以及霍爾木茲海峽局勢再度陷入極度緊張影響，市場擔憂供應中斷，刺激國際油價全線飆升。紐約8月期油收市大升2.76%，報每桶70.44美元。布蘭特9月期油亦升3%，報每桶74.16美元，帶動能源股尾市跟隨油價炒高。相反，貴金屬市場就全線急挫，現貨黃金大跌1.47%，報每安士4104.15美元。現貨白銀走勢更慘烈，急跌3.38%，收報每安士59.95美元。主要係受到美債收益率飆升影響，大幅削弱咗貴金屬嘅不帶息吸引力。虛擬貨幣方面，比特幣昨日波動相當大，亞洲盤早段雖然一度跟隨避險情緒彈升，但其後高位回吐全部升幅，目前持續喺63,800美元附近水平展開拉鋸。最後同大家預告下今日嘅市場重點，全球投資者今日最需要密切留意Fed 即將發佈嘅最新貨幣政策會議紀要，市場將會從中尋找未來利率路徑嘅鷹派痕跡。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日亦會發佈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配合美國即將出爐嘅上星期 EIA 原油庫存數據，預計將會為商品同外圍市場帶來全新嘅指引。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